點解咧？又一個星期啦。喺上個星期日剛剛跑完第一次人生嘅第一個半馬拉松，舊金山馬拉松。後來啦，感恩啦，喺跑馬過程中，所有嘅奇奇怪怪感覺咧都冇，係啦，所以我覺得好感恩一樣嘢就係第一，傷病冇再次復發，其實就醫生團隊同埋康復嘅顧問佢俾嘅意見係非常正確，所以整場比賽落嚟唔叫比賽咧，我覺得應該係我自己一個體驗賽，我覺得應該係首先 SF 馬拉松嘅話係一個非常風景非常之靚嘅一個賽路。我覺得如果各位朋友，如果你哋都係中意跑步，都係中意長跑，甚至係好似好極限咁樣跑過42.195公里嘅馬拉松比賽嘅情況下，咁SF 嘅馬拉松，我覺得大家可以揾個時間嘗試一下風景，海邊風景真係靚，但係就風有啲大嚇，你哋到時要注意一下，睇下相關嘅天氣啊，相關嘅溫度係啦。而第二個最感恩嘅就係我個女都陪我跑咗今次嘅馬拉松，令我真係點講啊，好驚訝震驚一樣嘢就係我個女平時睇佢懶懶散散咁樣，佢係冇點練，但係咧佢依然都咬住牙，到最後嗰幾個 km 幾公里嘅時候，最後幾公里嘅情況下咧，其實佢都已經係到咗極限，但係佢依然都係咬牙用枝枝撐我過嚟，完成咗一個比賽。你睇我之前有幾個短視頻嘅情況下，你應該見到佢非常之有毅力咯。一位小朋友，你都感恩上帝賜俾我呢位小天使，陪我完成咗我人生嘅第一次嘅半馬拉松。值得為佢鼓掌加油。雖然佢唔係練跑步，佢係練游水嘅，所以咧我覺得佢都令我真係眼前一亮咯，叫做估佢唔到咯個衰女。今次其實跑完呢個馬拉松，我自己最大感覺係咩咧？配速可能唔係最重要嘅，最重要都係嗰句安全無傷咁樣完賽。體驗咗呢一個賽道先，雖然係首馬，但係賽道上面太多唔熟悉嘅嘢啦，比如話之前講嗰個訂餐菜包咯，真係用嗰幾個字啦，簡單粗暴實用，係啦，頂咁多啦，乜都冇啦，基本上可以講所有嘢都係自己齊備嘅，咁同埋我哋前半馬First half 嘅比賽段咧，佢係得水同埋電解質，其他乜都冇。咁可能有時可能國內同國外嘅一種都係會賽事一種籌備方式，可能有啲唔同。呢邊就可能你自己需要準備嘅嘢會比較多啲。但我見其他博主就係話，佢喺第二段嘅話，佢城市路段賽嘅話咧，佢後半段嘅話咧都會有 gel， 都有能量 energy gel， 即係能量膠，嗰啲都 OK 嘅。但係第一段基本上就唔見啦，所以呢啲係一啲賽事組委會嘅一啲區別啦、唔同啦，係咪？第三個我覺得最難忘一樣嘢就係跑完呢個半馬，即係完成咗賽事之後，最令我感觸嘅嘢係我從未試過跑咁長距離。咁雖然時間我哋唔好，我冇追求時間，我當初嘅目標都係話追求安全完賽。咁樣跑完之後，其實我感覺還好，即係整體個人嘅狀態就冇咩話特別需要難受嘅感覺，比如話大腿小腿可能係
一個放鬆心態啦，慢慢跑嘅情況下啦。雖然你聽到我嘅時間都都冇睇個時間，真係冇睇個時間，但係就整體跑落嚟嘅感覺係 OK 嘅，舒服嘅。咁所以咧睇唔咗第一次，真係又打開咗一道魔力嘅大門。潘多拉嘅魔盒又打開咗啦。咁期待下一場嘅半馬，我可能都會放多啲時間自己再練。我目前就冇可能話周圍走，好似其他嘅比較強嘅跑者就話佢可以飛去參加唔同地方嘅賽事咁樣。但可能接下來1年嘅時間，我都係會自己繼續有方向有目標，自己再去提高鍛鍊我自己嘅一啲力量啊、耐力啊，甚至係速度啊。上嚟我爭取就係話明年就參加埋 SF 嘅馬拉松第2段城市賽段嘅半馬先，再睇睇自己如果係按照自己嘅節奏可以嘅話，快少少跑嘅情況，可以有咩成績？我想即係呢個係我接下嚟1年嘅目標啦。都係嗰句就係無傷安全咁樣繼續跑落去，所以可能係有啲調整嘅話，就係力量訓練可能會再加強啲嘅。係啊，因為今次跑落嚟冇晒奇怪嘅感覺，但係抬腿有時團腿嘅能力好似都係差啲嘅。咁所以接下嚟嘅訓練嘅目標咧，可能團腿訓練嘅時間或者嗰個組數可能會加強啲啦，即係令到自己清楚邊一部分係比較薄弱，係咪？就自己專心去加強。好啦，咁今次其實整體嚟講感覺係開心係興奮嘅。咁所以大家如果有揾到你哋自己真係中意嘅、有感興趣嘅、熱愛嘅一種運動，我希望你哋都係嗰句，每個星期抽時間，你分配好家庭、生活、工作同埋運動呢幾個嘅平衡，盡情享受啦，讓運動帶俾我哋更加嘅快樂，將我哋嘅身體帶回健康，係嘛？帶回我哋最好嘅狀態。好啦，今期節目就咁多先，我哋下期見啦。